对，好像还不错哎。是说他会叫我们早点，真是很难。这边的话可能太竞争了，不然去水族馆看看。那我们去看那边有没有摊。OK。哇 ，You see all the stingrays？ 这边也会有喂食秀吗？是吗？哦哟。So there are lots of shows here. Yeah. 亚达类有懂都没有耶。你不觉得看这样蓝蓝的水很疗愈吗？Look at all these fishes. So there are lots of shows here. 除了啊，亚达类很懂都没有盐。好期待哦，表演。你有听到声音吗 Yeah, I hear something. I think there's a show over there. 哦 Yeah. 亚达类有懂都没有盐，所以我们 Take a 可 look. 以 Yes， Yeah. 看看吧。 Okay. 开始之前，欢迎我的环保小老师出场。来吧，掌声欢迎我们的！来，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两位的名字哦。亚达类有懂都没有盐，现在还是还有海豚很多。叫什么？Wow, there are a lot of shows here. 亚达类有懂都没有盐，还有啊，懂都都懂精彩呢。原来海豚精灵一直在荷兰湾守护着我们。哇，好精彩哦！很棒啊，要表演。Yeah, there's so many shows here. Oh my god. 怎么都没想到啊！这里，就是这里了。我觉得这里可以。大门口，入口、出口，通通经过这里，是否？ That's what I'm talking about. 好选择吧就这边摆摊了。 ？OK 啊。亚达贝有懂得表演，还有啊，海豚肯定影响哦。对啊，there's lots of shows here.